第一式，兩手托天理三焦，掌抱腹前，掌心向上交疊，上托，頭跟上，頭中正，下落，掌心交疊，上托，頭跟上，頭中正，下落，一共做6次。掌心交疊，上托，頭跟上，頭中正，下落，掌心交疊，上托，頭跟上，頭中正，下落，掌心交疊，上托，頭跟上，頭中正，下落，最後一次，掌心交疊，上托，頭跟上，頭中正，下落。